今次個項目係喺太子道西進龍，實用面積係935平方尺。客人比較中意簡單設計，所以設計師今次做咗簡約設計，以黑白色為主。電視牆同電視櫃設計做咗白色瓦面噴漆飾面。喺飯廳，設計師做咗一個收藏紅酒同雪茄櫃，天花亦都做咗裝飾吊燈。喺門口亦都做咗一個白色噴漆凹凸面鞋櫃同儲存櫃。喺主人房，我哋做咗升高地台做儲存，喺床尾亦都做咗電視儲存櫃。主人房床用咗布料做床側板，入邊亦都安裝咗電動油壓升降床架。喺主人房衣帽間，我哋亦為客人訂做入場衣櫃。客人想做一個房間俾仔女做玩樂空間。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樂高設計。